大家好，我係顏曉彤。我今日想同大家傾嘅習慣，唔係強制早起、跑步或者閱讀，但佢比呢啲更具溫度、更有個人化。我想講嘅係，請將興趣養成一個冇用嘅習慣。我哋由細個就聽到人哋講話，要培養好習慣，但有時候習慣聽落去好似一種任務，喺度約束自己要變得自律，而興趣唔一樣。佢係嚟自於我哋每個人內心最原始嘅熱情同埋好奇。喺呢個快節奏嘅時代入面，我哋每日都要消耗能量，面對疲憊。好多人選擇嘅休息方式係被動嘅，例如碌下手機、煲劇、瞓低，想令大腦放空。但呢一種休息，往往喺我哋放低手機之後，會變得更加空虛、更加攰，就好似時間俾人偷走咗一樣。佢令我哋大腦處於一個低效嘅待機狀態，但係又冇完全熄機。而心理學上面有一種相反嘅說法，叫做主動式休息，意思係你唔應該停止活動，而係轉換活動嘅內容，令大腦唔同嘅區域輪流放鬆同埋工作。而一個你真正熱愛嘅興趣，就係最好嘅主動式休息。當你沉浸喺鍾意嘅興趣入面，無論係畫畫定係做手工都好，你會忘記時間，專注於當下。呢個就係心理學家米哈伊講嘅心流。呢一種忘我狀態帶嚟嘅滿足感，係足以對抗日常生活嘅枯燥同埋疲憊，恢復精神。興趣就係我哋用熱愛為自己充電嘅方式。咁興趣需唔需要好多個呢？未必嘅，佢可以係只屬於你一個人嘅世界。好似有啲人鍾意寫作，用手寫愛心嘅方式同自己交流。佢都可以係你同另一群人嘅連結。好似有人鍾意打波，就喺運動場上面結交到知心嘅好隊友，分享快樂。可以肯定嘅係，冇興趣嘅生活就好似一片冇路標嘅沙漠。我哋只係日復一日地趕路，但唔記得咗點解要出發，目的地喺邊度。有啲人就會問，但好似冇咩特別嘅興趣喎，或者我鍾意嘅嘢好多，但係都3分鐘熱度，咁樣係咪唔太好呢？咁關於呢點，我想分享一下我哥哥嘅故事。我哥哥嘅興趣版圖可以話係非常之多姿多彩。佢小學鍾意跑步，每日放學之後都會留喺田徑隊操跑。到咗中學，佢想學鋼琴，有一段時間係咁嗌阿爸阿媽俾佢學。後嚟佢又迷上咗時裝設計，甚至自己儲錢買起一部衣車。但嗰部衣車用咗1-2次就放低咗啦，喺角落頭直沉。跟住上咗大學，佢加入咗攝影社，最後仲做埋社長。而家佢開始返工，最新嘅興趣係攀岩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去岩館一爬爬半日。有一次我忍唔住問佢：阿哥，你學過咁多嘢，但好似冇一樣嘢係長久嘅。你一下鋼琴，一下攝影，一下又去裁縫，你唔會覺得前面嗰啲興趣活動好似都浪費咗咩？你嘥咁多時間同埋金錢，最後好似都用唔上。咁阿哥嘅回答，我到而家都記得好清楚。佢話好多嘢你要嘗試咗，先知道自己鍾唔鍾意，合唔合適。我當佢哋係興趣，唔係當成必須要有成果嘅任務。我冇得失心，喺學習嘅過程當中，我自己開心，自己享受就重要，就 OK 啦。所以對我而言咧，呢啲係一啲都唔覺得浪費嘅。我由細個開始跑步，學識咗堅持，身體仲強壯咗。而中間放棄鋼琴，唔係因為我自己唔鍾意啦，而係嗰時想全心準備考試。而家諗返起都有啲可惜。嗰1-2次嘅裁縫經驗，令我更加識得欣賞衣服嘅剪裁。而加入攝影社，除咗令我學識多角度觀察世界之外，仲令我認識咗一班嚟自唔同專業學科，從來都冇諗過會同佢哋有交集嘅好朋友。所以每一段興趣都好似一塊拼圖，要東拼西湊先成就到而家嘅我。咁聽完哥哥講嘅嘢，我又明白咗一件事：興趣其實有時好似朋友一樣，係有階段性嘅。有啲朋友會陪你行一世，有啲朋友可能會陪你行一世，但係更加多嘅朋友係喺你人生某個階段出現，陪你行一段特別嘅時光，
跟住又因為各自嘅路唔同而漸漸離開。興趣都係咁樣，你可能有一段時間對某件事極度痴迷，廢寢忘餐；有一段時間因為挫折而感到煩擾；有一段時間可能會將佢完全忘記，跟住喺未來嘅某一日又突然重拾對佢嘅熱愛。而呢啲都唔緊要，因為尋找興趣嘅過程其實就係一個認識自己嘅過程。每一次嘗試，每一次轉變，都喺度同你講，你更加鍾意啲乜嘢，你更加適合啲乜嘢，你想做嘅係乜嘢。所以最後我想講，請唔好認為興趣一定要有用先值得去培養，唔好因為別人嘅眼光而放棄探索，唔好因為驚3分鐘熱度而唔敢開始。其實呢3分鐘正正係你最珍貴嘅好奇心，係一個允許你短時間內快速體驗嘅探索期。所以我想邀請大家喺今日做一個小小嘅練習。當你今日返到屋企之後，請放低手機，俾自己15分鐘去做一啲冇用嘅嘢。你可以去揾下一個盒好耐冇掂過嘅顏色，去彈一下首好耐冇彈過嘅歌，或者只係沖杯茶，聞住茶香發來。由今日開始去培養一個小小嘅興趣，成為你疲憊生活中嘅主動式休息，跟住靜待佢好似滾雪球一樣，越滾越大，越滾越大，從而認識真正嘅你。多謝大家。